拿着棍棒干啥呢？我打那两头猪呢，那吃饱喝足了，居然还打架。他俩谁先动的手啊？我问了，我说你俩谁先动过手啊？他俩支支吾吾说了半天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那他俩就属于互殴，我一头猪打他10杀威棒。你这也太不人性化了吧？怎么也得调查清楚再处罚吧？可能会冤枉一头好猪，但绝不能放过一头坏猪。我直接一块揍怕了他，下次别给我惹事就行了。同时也震慑了其他猪，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。你看古装剧场不是经常有这样的镜头吗？原告被告各打50大板，退堂。你这样做倒是省事了，但是猪服气吗？不用在意猪的感受啊，实在不行就收拾他的小猪崽儿，那是他的软肋，还怕治不了他吗？你这里小猪仔生得多吗？前几年生的挺多的，这2年这个出生率啊有点断崖式下跌啊，老母猪下猪娃是一窝不如一窝。以往呢猪不愿意生了，我就多给它加几勺子饲料，它们吃饱了就生。但是这2年啊，再加饲料也不灵了，是吃的多拉的多。是不是你这个猪舍环境不太好啊？我看着有点拥挤啊，你怎么不扩大一下，让每头猪住得好一点啊？难道还让他们住别墅啊？他们住得好一点，住得差一点又不影响我挣钱。我养猪就是为了挣钱，只要他们活着，就是在给我创造价值。我还管猪活得好不好，管猪活得累不累呀？那你是只管猪的数量，不管猪的质量喽？反正数量越多越好呗。你这里环境这么差，你不是说猪都不愿意给你生了吗？是本地猪不愿意给我生了。你没看到我引进了一批黑猪吗？啊，黑猪愿意给我生。黑猪是从哪里弄的？从非洲。我这个猪场啊，想要办成国际化养猪场，那我肯定得引进点外国品种啊。就这还是高价买来的啊，这个黑猪繁殖能力特别强。那黑猪一来，这个出生率上去了吧？出生率确实上去了，但是这个黑猪性格好像有点内向，平时不大爱说话啊。我猜啊，可能他这个语言不通。你没给他雇个翻译啊？我给这个黑猪安排了2个母猪小伙伴，一方面教他说本地猪语，另一方面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让他别想家啊。这2个母猪小伙伴啊，天天围着他转，没想到这外来的品种啊，在这还挺受欢迎。接下来呢，我打算给这个黑猪的猪舍再装一台空调和热水器啊，改善一下这个居住环境。没想到外来的猪在你这还享福了啊，就得像大爷一样伺候着。哎呀，没办法，你凭国际化养猪场，你还得靠这些外来猪呢。那黑猪跟白猪打架算不算互殴呢？这不能算互殴啊，黑猪属于正当防卫啊，要揍我还得揍这个白猪。哈，你看我很公正的。